今日祈禱所使用嘅經文係出自路加福音16章29節。亞伯拉罕說：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。讓我哋一齊嚟祈禱。憐憫世人嘅主，財主日日奢華宴樂，拉撒路卻喺佢嘅門口乞討，成身生瘡。財主冇做啲咩壞事，佢只係乜嘢都冇做。佢睇見咗需要，卻選擇無視。呢樣正正係佢嘅罪。求你打開我哋嘅眼睛，睇見身邊嗰啲拉撒路、孤單嘅鄰居、困苦嘅同事、被遺忘嘅屋企